继续来看海巡署第一台建造的巡防舰甲巡防艇早起来进行号名甲交准的联合典礼，蔡总统专工来高雄来主持。针对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讲，韩国瑜离明年的总统大选会大赢90万票，若无伊就要请假2700份的鸡排。蔡英文笑讲，台湾的民主甲选举袂当用鸡排来决定。海巡署为国监国组推动的建造海巡舰艇发展计划，头一台600吨级的巡防舰安平舰，以及35吨级的巡防艇，再去进行号名甲交准联合典礼。总统蔡英文特别落南到高雄主持。蔡总统重申国监国组的决心，同时嘛对这摆海运会各项造舰的计划进度大量超前表示肯定的意思。要在10年之内打造141艘。 更新、更快速的海巡舰艇。那么我有信心，有了这100多艘新式的舰艇，海巡的阵容将有世界级的水准。会后，蔡英文总统接受联访时，被问到讲有关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讲的，韩国瑜明年总统大选会赢90万票，若无要请大家吃2700份的鸡排，蔡总统感觉好笑。这件事情我要评论嘛，我想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台湾的民主哦，还有我们的选举不能用鸡排来决定的，不是吗？面对记者问题，蔡总统拢直接回应，说了伊要赶后一个行程，佮有2场活动拢伫高雄，要到基隆拜2间庙。蔡总统拼国政嘛，拼选战，拢无停。